各位新粉大家好，歡迎收睇新仔好生活，我係新仔，每日為你爆響口，睇通透。睇片之前記得先撳訂閱，多謝各位。大家好，我係新仔。呢排如果大家有北上深圳或者打開內地嘅社交媒體，都會見到一個現象，藍莓呢個曾經嘅貴族水果，而家竟然平到笑。以往一小盒藍莓動不動30-40蚊人民幣，但係今年3月開始，深圳各大超市嘅藍莓價格出現顯著下跌，徹底撕掉咗貴族水果嘅標籤。以往一盒至少30-40蚊嘅藍莓，如今價格低至9.9元人民幣，即係大約11蚊港紙，讓唔少消費者實現咗隨心選購嘅願望。喺深圳前海嘅山姆會員店，唔少消費者嘅購物車裏邊都放住3-4盒藍莓。據山姆線上商場數據顯示，近期藍莓周銷量超過20萬件，穩居水果熱度榜首位。有超市工作人員表示，藍莓正逐漸成為大眾水果。以前消費者大多係一盒一盒咁買，而家一次拎3-4盒結賬嘅人越嚟越多，銷量比去年同期翻咗唔少。有住喺南山嘅藍莓愛好者曾女士向記者展示自己嘅購物賬單，舊年喺山姆買一盒500克嘅雲南藍莓要69.9元。今年同樣嘅雲南藍莓600克裝先至45.9元，價格平咗好多。咁藍莓價格點解會突然大跳水呢？記者走訪了解，目前深圳各大超市售賣嘅藍莓大部分都係嚟自雲南產區。業內人士介紹，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一大藍莓生產國，而雲南作為國內主要藍莓種植區，產量佔全國總量大約30%。今年雲南產區產量大幅上升，加上成熟期高度重合，大量鮮果集中上市，形成供給雄風，直接推動價格持續走低。從長期產業趨勢嚟睇，國內藍莓產能持續擴張係價格回歸理性嘅根本原因。2005年全國藍莓種植面積達到158萬畝，總產量81萬噸，行業市場規模突破500億元人民幣。近年嚟藍莓種植收益穩定，加上種植技術不斷普及，雲南、四川、山東等產區種植面積持續擴大，大量新種植果園陸續進入掛果豐產期。除咗產量增加，國內藍莓種植技術不斷提升，規模化、標準化種植降低咗生產成本。國產藍莓喺新鮮度同性價比上優勢凸顯，逐漸替代進口藍莓佔據市場主導地位，進一步拉低咗整體價格。早年國內藍莓市場以智利、秘魯等進口果為主，冷鏈運輸、報關成本推高售價，單盒價格普遍喺20-30蚊以上。隨住國內種植技術提升，雲南、四川早春藍莓喺新鮮度、口感、果粉保存度上均優於進口產品，且供應鏈更短，成本更低，價格僅為進口藍莓嘅一半左右。但係藍莓再美味都要注意食嘅份量。近日一則每日半斤藍莓連食2日，致引女子胃底被硬塊塞死，確診胃石症嘅新聞登上熱搜。一名福建女子連續2日每日食用半斤藍莓之後，突然感到上腹劇痛，伴隨嘔心、反酸，緊急就醫後發現胃底被一個硬結團塊完全塞住，診斷為典型嘅胃石症。喺好多人心目中，過量食用似同山楂，容易得胃石症。點解藍莓食多咗都會咁樣呢？原來藍莓中富含果膠與油酸，如果空腹或者短時間內大量攝入，呢啲成分會喺胃酸作用下與蛋白質結合，逐漸凝聚成難以消化嘅固體團塊等沉澱物，引發胃石症。輕則可致胃脹、胃痛，重則引發胃潰瘍，甚至消化道梗阻。醫生提醒，藍莓本身性質偏寒涼，過量食用會損傷脾胃陽氣，影響消化吸收功能。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中醫醫院心血管科主任醫師常谷谷表示，藍莓較寒涼、胃火較重同胃腸道功能正常嘅人可以適量食，但對於脾胃陽氣虛弱者，尤其細路同老人家等脾胃功能唔好嘅人群，唔建議過量食用。除咗胃石症，藍莓食得太多仲有其他健康風險。藍莓中富含維生素、食用纖維同各種礦物質，但一次食得太多，唔單止不利於身體對呢啲營養嘅吸收，仲會增加胃部負擔、胃動力下降，容易導致消化不良。藍莓中含有嘅草酸鹽，過量食用會喺體內產生結晶體，對身體有害。藍莓屬於涼性水果，具有輕瀉嘅功效，食多咗容易加重體內寒氣，尤其係胃酸過多嘅人更應該慎食，唔係就容易導致腹瀉、腹痛等症狀。
仲有藍莓中含有嘅花青素，雖然有好強嘅抗氧化作用，但如果攝入過多、過量嘅抗氧化作用，會清除體內原本健康嘅自由基，大大增加患疾病嘅機會。藍莓中嘅膳食纖維豐富，過量食用會增加腸胃負擔，導致消化不良，可能出現腹脹、腹痛等症狀。藍莓中嘅糖分同酸性物質可能刺激胃酸分泌過多，長期大量食用可能增加胃潰瘍嘅風險。除咗藍莓、生山楂、桑葚、未熟透嘅柿和士多啤梨都有類似風險。呢啲水果都富含果膠或者油酸，如果短時間內大量食用，同樣有可能引發胃石症。另外，好多人認為藍莓作為一種天然食物，食用時不存在任何風險。實際上，一啲特殊人群需要格外注意。首先係糖尿病患者，喺常見水果中，藍莓含糖量低於香蕉、葡萄、芒果等高糖水果，但係高於士多啤梨、柚子、檸檬等低糖水果。雖然藍莓經常被列為低糖水果向控糖人群推薦，但醫生仍然建議糖尿病患者等需要控糖嘅人注意控制食用量或少量多次食用。專家建議糖尿病患者想食藍莓嘅時候，可以上午下晝各食10粒，咁樣既不傷脾胃，又唔會令血糖升得特別高。其次係服用抗凝血藥物嘅人群，藍莓中含有維生素 K， 服用抗凝血藥物嘅患者食用需要格外注意，建議分開時間適量食。另外，藍莓亦唔適合同高鈣食物一齊食，因為藍莓中含有草酸鹽，會影響人體對鈣嘅吸收。如果想強化鈣質，最好將藍莓同鈣片、芝麻、牛奶等高鈣食品分開食，間隔時間唔少於3小時。藍莓亦都唔可以同乳製品一齊食，藍莓中嘅一啲成分會導致蛋白質凝固，因此藍莓唔可以同牛奶等乳製品一齊食。仲有藍莓性質寒涼，有通利便利嘅功效，腹瀉嘅人唔適宜食，會加重病情。腎臟或膽囊疾病患者亦要避免食太多藍莓，會加重病情症狀。既然藍莓有咁多食用禁忌，咁到底每日食幾多先至合適呢？營養學專家建議每日攝取50至75克藍莓為佳，搭配脂肪類食物好似堅果、優格吸收更好。換算翻做粒數，大約係每日10至20粒左右。專家仲建議可以冷凍保存，唔會失去營養。中國營養學會推薦保證每日攝入200至350克新鮮水果即可，不宜過量攝入，而且果汁唔能代替鮮果。需要提醒嘅係，藍莓中含有草酸鹽，一次性食太多會喺體內形成結晶體，對身體產生危害。過量食用仲會加重胃腸負擔，引起腹痛、腹脹等消化不良症狀。藍莓被稱為水果皇后，其實營養價值真係好高嘅。藍莓中除咗常規嘅糖酸同維生素 C 外，仲富含維生素 E、維生素 A、維生素 B、花青素、貝塔、胡蘿蔔素、食用纖維以及豐富嘅鉀、鐵、鋅、鈣等礦質元素。藍莓中嘅花青素可促進視網膜細胞中視紙質嘅再生成，可以預防重度近視及視網膜剝離，對增進視力都有一定嘅作用。藍莓中嘅花青素呢，仲具有防止功能失調、改善短期記憶、提高老年人嘅平衡性同協調性等作用，有一定嘅增進腦力嘅功能。最近網絡上仲流傳藍莓可消炎、媲美消炎藥嘅說法，呢個講法都登上咗熱搜。咁藍莓真係可以消炎嗎？上谷谷醫生表示，當細菌病毒感染之後，機體會出現炎症反應，例如白細胞增高、C 反應蛋白增加等。呢個時候食再多藍莓都起唔到消炎作用，因為佢冇消炎嘅物質。藍莓嘅所謂消炎作用，其實係借助花青素裏邊嘅一啲物質，起到抗缺血、缺氧嘅功效，從而增加機體抵抗力。其消炎並非真正意義上嘅殺菌消炎。藍莓價格大跌，對消費者嚟講當然係好消息，可以實現藍莓自由。但係新仔都要提醒大家，再健康嘅食物都要適量食用。尤其是脾胃功能較差嘅老人家同細路，更加要注意控制分量。睇完今次福建女子連續2日每日食半斤藍莓搞到胃石症嘅新聞，大家真係要引以為戒。好啦，今日新仔同大家傾到呢度。你平時中意食藍莓咩？你知唔知藍莓食太多會出事？留言同我哋分享下啦。我係新仔，我哋下集再傾，拜拜。好啦，單料就講到呢度。如果覺得新仔分析得唔錯，記得撳個 like、留言同埋分享出去，最緊要係訂閱新仔好生活頻道。你嘅每一個支持都係我哋最大動力，多謝晒。